我叫做阿杰，今年18岁。细汉的时，上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太空人，来月球遮热扫。大汉了后，我才发现有一款工课竟然比做太空人还佫较赞。您知影迄个所在叫做啥物无？好利坞，台湾好利坞。我今日要讲的故事就发生伫遐，迄是一个 long time ago。 一段为爱奔波的 love story。我你们都不要来！我来！我就是要开我一部间谍科幻奇想爱情巨片。 因为我想当大明星，比万宝龙还要红100倍的大明星。Start up。寡闻今后。够了！你录取了。